成日笑 Jaylen Brown 左手控球差，今日就話你知真相點解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imone，歡迎嚟到 NBA Talk。中意 NBA Talk 咧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最近波士頓賽爾特人球星 Jaylen Brown 會見傳媒，話自己係靠生命靈數同生肖去了解隊友嘅。此話一出，當然引嚟一班球迷熱議啦。其實佢唔止第一次提起星相噶啦。年初我去波士頓睇賽爾特人對戰速龍嘅時候咧，JB 都有喺賽後記者會講起馬年。當時嘅記者就問佢左手嘅狀況點樣，佢話2021年手腕嘅韌帶全部撕裂，近期接受咗現代科學嘅療法，逐步恢復翻手腕嘅部分活動能力。記者就再問佢點解而家先公開呢件事呢？ JB 當時就話因為今年係馬年，馬年咧就代表真相會暴露，連自己都會將透明度提高。Jaylen Brown 最近仲表示咧，佢係靠生肖嚟到改善隊內嘅溝通嘅。譬如 Derek White 小白咧就屬狗啦，咁佢個人就比較隨和嘅。Jason Tatum 同 Payton Pritchard 咧就屬虎，比較充滿自信同鬥心。而教頭 Joe Mazzulla 咧就係屬龍，係權力同埋野心嘅象徵。嗱，我自己本身都好迷信嘅，所以我覺得星相命理咧只係為 JB 提供多一個了解人性嘅參考啫。留言話我知你自己又有冇研究隊友嘅星座呢？中意 NBA Talk 就記得 follow 我啦。